來台灣一定要去的景點，神隱少女同款夜景9份，沒來過9份等於沒來過台灣。影片看到最後多個隱藏打卡點，一次分享給你，你會發現來台灣旅遊10個人有9個都選擇包車，從玩法到花費一次搞懂，真的比你想的更划算。從老街入口開始，邊走邊吃，超多經典台灣味的小店。大部分還享有絕美海景，街邊的古早味金仔店、手工陶笛店，都是台灣古早文化的縮影。下午時分走進基山街巷子裏，你會發現藏在角落的海景咖啡廳，吹住冷氣喝杯咖啡，瑞芳整片海景就在眼前，完全不用人擠人。夕陽快下山時，回到阿妹茶樓主街，欣賞燈籠點亮整座山城，別急住原路回去，往輕便路走，還能拍到9份最壯麗的夜景角度。9份最大痛點就是人潮擁擠，公車隊伍排到天荒地老，你看這個公車隊伍就知道多誇張。回程轉車又累又熱，但包車直接上車睡覺，睜眼到飯店。老街降得滿身大汗，一上車就有冷氣可以吹。5到9座車型通通都有，家庭、公司、朋友、團體旅行都沒問題。所以為什麼大家都選我們？我們是全台服務最多外國旅客的包車公司，也是 Google 評價最高的，價格透明，24小時線上客服，有問題立刻幫你解決。包車最低 HK 792起，還可以多人平攤。台灣最熱門的旅遊方式就是包車。